徛台湾看世界，来看这个新型的变种病毒 Omicron， 当伫美国咧作乱。讲这个全世界第一号野人马斯克，伊所创办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位伫加州洛杉矶的工厂，至少有132个人确诊患着病毒，是美国最近上大规模的工作场所的群聚感染的案例。美国的总统拜登是出面来呼吁民众爱赶紧去注意放射。伊阁讲，伊甲前总统川普拢已经做第三剂的加强剂了。传染着 Delta 病毒株近几啊倍的 Omicron 变异株已经变作美国疫情的主流病毒株。Several hospitals across the state are calling the situation overwhelming as hospital beds become scarce.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敢若伫1礼拜时间内，患着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病例都增加要6倍。到18号1礼拜内，有高达73%病例拢是患着 Omicron 变种病毒。And I'm telling you, we're losing the war. We're losing the war. 讲到后天的护理师对疫情真烦恼，就伫全美国感染病例快速增加的时阵，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创办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伫加州洛杉矶的工厂所发生132个人确诊患着新冠病毒，是美国最近上大一件工作场所群聚感染的案例。看到奥密克戎这么强势，美国总统拜登嘛大声呼吁要未主疫苗民众赶紧注射，嘛讲伊和前总统川普拢已经有注加强剂。I got my booster shot as soon as they were available, and just the other day, former President Trump announced he had gotten his booster shot. It may be one of the few things he and I agree on. 除了呼吁民众赶紧注射，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上近1礼拜对温准辉瑞和默沙东的新冠药啊授权申请，要提供予检测阳性的患者伫厝内食，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美国药厂诺瓦瓦克斯研发的新冠疫苗，嘛伫昨摕到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授权，嘛变做世界卫生组织第10期列入紧急使用清单的新冠疫苗。